如果在你家附近有几多间便利商店，莫唔错，当多间在便利商店提到食的、啉的、用的、搞的，嘛个东西就有，所以唔做嚟讲，谈好了哦。有便利商店汉方片，有便利商店汉方片。有便利商店汉方片，有便利商店真方便，一起去看看喽嘿！有便利商店汉方片。Hello， 我要去便利商店拿钱缴费。你们有没有什么东西要买？我春莎顺便帮你们买回来。那钱缴什么费？那水费缴水费啊，反正春莎顺便赶快想想要买什么。便利商店可以纳税费、缴水费啊。你很土我跟你说，便利商店除了吃喝玩乐都有之外，还可以纳税费、缴水费，还有停茶费，连发单就做得咯。我是比较常用宅急便啊，像是可以寄信寄信，还可以寄包裹。像我从福印昨天寄了一个包裹，今天下午就到了。有便利商店汉方片，有便利商店真方便哦。我跟你讲哦，天公爷明天便利商店促销活动哦。复习时间，顺便孙沙有便利商店真方便，有便利商店汉方片，有便利商店汉方片。寄信呢？昨天初几日？明天天公日。行政院客家 VMP 本人睇架，向下嚟講客家吧。